这边欣赏这里。今天6分了。对啊，进不能啊。哇，这还好。他有看到校长夫人，真的是校长夫人哦。他穿那么高贵的服装啊，是好像慈济委员哎。是啊，戴个帽子吗？慈济委员哦。不是啊，他的穿那个西装。不是啊。不是，他不是校长夫人啊，不是。他真像。不是。哦，原来不是，那个服装是慈济委员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很棒，很棒。然后顺便插播一下，那个朋友啊，现在他有博彩券哦，表演的快去。哦，这个真好。哎，祝我军国同学笑运昌隆，笑运昌隆，笑运昌隆。好多小朋友会去领，因为等一下就要开始兑奖了哦。好，那在领取这个兑奖券的同时，那我们他以前呢学校会看那个表演的学生有王一基、王一迪、办什么？以前都在校内办的。哦，对对，之前就出来办的。哦，原来我记得。好，掌声欢迎。哦，好棒好棒。我本来想说看看去校那个能够开了，他原来在这边办的，嘿嘿，真的是。你是经过来看到吗？对呀。哦，不是从 Facebook 看到的。我回家途中看到，我看到了。过后讲还讲。好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啊，社会服务。哦，对，网络电视台。哦，小会好不会啊？网络电视台，你要申请一个吗？可以一个什么？你要不要申请一个电视台？哦，我用直播就好了。你用直播了？哎呀，好厉害！他的户口有账号，网络的表现什么专业？哦，户口有个账号，你就网络左下角有建立专业，就可以产生电视台了。哦，那你电视台多少钱？有活动要你去。哦。到底是？谢东敏。哦，对，谢东敏。Hello， 很多，这做掉很多退休该都已经退休了。啊，退休了。张来平老师跟我那个对医生的老师啊，张来平老师跟我退休。不是啊，张来平呢？过世了。对。哦。我在舞台后面，在圣诞树这边。我大姐的心痛。会啊，我明天去啊。对。哦，好，然后8点，来你要找我，好，对啊，好，对啊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对不起。黄主任。我兜里嘛。哦，你为学校牺牲很多啊。没有啦。谢谢。来不忙，帮谢谢。哦。嘿嘿。你好。哈哈。哦，小朋友好漂亮，好高兴啊！好棒，嘿嘿。